鐘嘅時間咧，我哋已經過咗咯喎嚇。咁一陣間嘅情況咧，就係兩方咧，包括咗正方同埋反方嘅辯學咧，就會就住佢嘅問題啦、佢哋嘅立場啦、對方頭先講嘅觀點咧，再去反駁翻對方嘅嚇。咁一陣間嗰個出場嘅次序咧，我哋首先咧會請反方嘅結辯同學咧出嚟有2分鐘嘅時間咧，你哋做一個結辯嘅內容嘅，跟住之後咧就會到正方嘅結辯同學㗎啦。好，同學聽留心下佢哋咧點樣咧喺最後嗰個環節裏邊咧，去互相咧嚟到再立論一番咧去攻擊對方一番喎嚇。好，我哋首先請反方嘅結辯同學江大嘅同學咧準備咯喎，佢有嘅時間係2分鐘時間，計時嘅同學準備好未？準備好，開始。校長、評判、老師，仲有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反科結辯啊。首先關於有科同學問嘅問題，首先第一係關於安全性。其實我哋只要一睇學生嘅校章已經知道佢係咪不法之徒啦。其實咧仲有第2點，學習咧就睇個心，唔係校服啦。而且代表學校咧都可以用學生證或者校章。從學生嘅角度嚟睇啊，便服能夠因應唔同學生嘅需要而變更啊。肥嘅人着住呢啲薄啲嘅、比較散熱啲嘅衫啊，瘦嘅同學咧就着住啲厚啊，另外御寒嘅衫啊。但係校服係做唔到呢一點嘅，記住啦。而且女學生一定要着校服返學啊，但校服嘅話咧，就得校裙冇校褲嘅女仔。而從家長嘅角度嚟睇啊，萬一校服啊整污糟咗，就要再使錢再買多套，咁樣唔係好嘥錢咩？有科同學可能覺得呢樣嘢冇乜可能，但其實我科嘅第2副別就已經有呢種遭遇啦。代表最後，我送一份禮物俾有科同學啊，拆開一睇，便服小學嘅學生手冊呈現喺眼前啊！一揭開第1頁就見到學校嘅宗旨，培養內在美，內在美比外在美更加重要。再揭下一頁就係校規啦。睇一睇，比平常學校多咗一條校規啊！學生着住便服必須整潔。咦？手冊下面竟然仲有一張女校裙嘅收據，91蚊啊！係啊，係91蚊啊！其實便服都只係佢嘅1/2，係咪好不可思議呢？所以今日嘅辯題係絕對唔成立嘅，多謝各位。跟住落嚟咧，我請到正方嘅結辯同學咧，就係陳可欣同學咧，就為佢嗰方咧嚟到做一個結論嘅喎嚇。計時嘅同學2分鐘準備好未？好，開始。我相信一件校服總會比一個校章明顯嘅。雖然香港曾經係某個國家嘅殖民地，但係已經回歸返中國，所以我哋唔需要跟隨其他國家。如果校章跌咗，俾人哋執咗嘅話，然後就可以返嗰間學校進行偷竊，咁樣點算呢？我哋嘅小學生活只有6年，但係畢業後你哋會懷念小學嘅日子。校服淨係一件能夠代表母校嘅紀念品，着校服俾到人一種整潔嘅感覺，令人哋覺得學生係團結嘅，咁樣就係校服嘅基本定義。學生穿着校服返學係絕對可以節省金錢嘅，因為校服最多只有2種款式，學生只要多購買1套就足夠替換。如果學生穿着便服上學，我哋就要花費大量嘅金錢去買各式各樣嘅便服，所以着校服係可以節省金錢嘅。除咗話着校服整體上睇嚟較為整齊之外，仲可以時刻提醒學生，等佢哋認清自己嘅身份，不斷留意自己嘅言行舉止，因此學生嘅紀律亦會大大咁樣加強。由此可見，小學生必須穿着校服上學呢一個辯題係絕對成立嘅。着校服係為咗表現學校嘅統一性。我想請問有科嘅同學，點樣叫學生着便服嘅同時，又能夠表現學校統一同整齊呢？唔通學校規定便服嘅顏色同
同埋本色要一樣咩？多謝。咁咧，正方同學咧亦都總結咗佢咧嗰個最後嘅一個立論嘅地方咯喎。咁咧，而家呢段時間咧都要可能麻煩咧評判團咧，就將最後嘅一啲嘅決定咧就寫咗張評分紙上面咧，我哋一陣間咧有同事咧就會過嚟收咗佢啦，跟住咧就會統計嗰個分數㗎啦。